各位拳王，利用好自己的重心和惯性，你的拳就会更重。我们想一想，你的前摆后直的后直重，还是你单发的后手直拳重？同样，你直接的前摆和你做侧闪以后的前摆，哪怕是勾侧闪摆的组合，哪一个更重？一定是后者，对吗？因为我们在打前摆后直的时候，前摆已经把我们的重心压到我们的后腿上了，这样随着后腿蹬地，我们的后直一定是重的。同样，在我们做出侧闪或者组合的时候，有那一下侧闪和组合，为了把我们的重心压到出拳的那只脚上，所以我们顺着那个重心和惯性打出来的拳会比平时更重。那你要怎么练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？你不需要平时用蛮力，只需要你在空击训练的时候有意识的想好我的重拳是哪一支。比如说我在打1、1、2的时候，最后的那个1为你的后手直拳做好铺垫，当你蹬地出去的时候，那一下惯性一定是重拳。以及你在做空击有意识的时候去做侧闪，把重心往前脚去压，再顺着身体顶出去，那样的拳一定会更重。所以赶紧照着这样的方法练起来吧。